同樣喺售樓部賣緊嘅單位，明年年底交樓都要去到86萬，但係今日我哋睇嘅呢個單位呢，只需要一球你就可以攞低啦。你所見到嘅家私啊、家電啊，其實全部都係新嘅，都係送晒俾你。呢個戶型129平方，4房改咗個3房嘅設計，入戶呢度呢，就已經足足有成差唔多12個方噶啦，係全鎮送面積啊，連廚房個景觀啊都係非常之靚仔嘅啊，一線直望所有嘅田園風光，你喺度洗菜洗碗啊、煮飯啊，你都好舒服啦。然之後出到嚟就係飯廳，放咗6人台同埋客廳，成個客廳呢，有成20-30個方咁大噶啦。咁然之後3房，咁我相信好多人都未見過呢一種嘅飄窗，因為呢種飄窗呢，其實已經係絕晒種噶啦。加上佢每一間房間嘅景觀呢，都係一覽無遺、一望無際，因為呢啲係以後係冇可能再起樓喎。然之後呢，再到嚟主人房呢個位置。咁然之後呢邊咧就係一個兒童房啦，係嘛？兒童房。咁到主人房呢個位置啦，咁就梗係望湖景噶啦，因為呢個單位主打就望湖景，成片湖景一覽無遺，全部望晒，仲要望晒2個湖，全部係流水嘅。下面係別墅區。同樣嘅單位喺呢個位置，當年要賣緊200幾萬，但係而家只需5折。咁但係售樓部而家呢個單位要賣到160萬起。咁如果你係屏幕前嘅你會點揀呢？評論區話我知。